當娜姐遇上曼聯球星，佢哋嘅關係係情侶、friend 底、偶像同 fans？ 錯，係生意 partner。網交3年 ，Rio 千萬入股娜姐公司。是咁的，3年前娜姐已經同李奧地下網交 friend 過夾 band 噶啦。直至前年，李奧喺微博關注娜姐，兩個人嘅關係先至曝光，仲傳過緋聞添。近排娜姐仲冧掂李奧，1000萬入股娜姐有份嘅娛樂公司啊，開拓亞洲市場，關係更進一步。係咩？咁你都知，咁啊嚟緊，即係都會有一啲新合作上面嘅新合作，係啊。咁我相信我都幾期待嘅，應該都幾好玩。咁啱，李奧前日就跟球隊嚟香港大戰傑志，咪順便約娜姐喜愛夜蒲咯。不過娜姐早排拍戲爆子宮，佢哋前晚淨係去曼聯駐紮嘅 coffee shop 蒲咋。難得有驚喜噶，李奧親手幫娜姐戴上自家品牌嘅 cap 帽，諗到娜姐嘅含羞碌出晒嚟啦。我諗佢高我2個頭啦，高頭望住佢咯，喺佢隔籬好似小朋友咁樣咯，好有風度啦。咁啊，同埋佢好好啦。佢哋傾咗45分鐘先散，李奧自己翻房。不過娜姐就話李奧有邀請佢遲啲去英國睇波啊。咦，你單身喎，不如到時約埋再飲杯嘢啫。